功夫啊，这么厉害！教我几招怎么样？今天虽然和你打了个平手，可是下回，那我一定会赢你的。哼，好啊，我等你。你从京城来，那京城好不好玩啊？你没去过京城吗？我虽然没有去过，但我听说很好玩啊。我爷爷呢？他喝醉了。啊，他喝多了。喝杯茶，歇会儿。我待会儿再跟他就战第2回合。过去，跟我走。提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嘛！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我的嘴巴早就已经说烂了，成天只顾逍遥，正事也不管。今天必须跟我回去。铁一，放了过去。这是长风镖局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铁一，今天谁要是阻止我把他带走，谁就是跟我程铁一过不去。铁一，我说过了，镖局的事情我真的不想管了。你是长风镖局的少镖主，由不得你不想管。你是镖局的擎天柱，有你就足够了，干嘛非得把我拴在那儿呢？我打你这个没出息的、妄自菲薄的家伙！什么是责任？什么是道义？你不记得了吗？你怎么劝我都没用的。我不想过走镖护镖那种餐风露宿、浪荡漂泊的生活。你这个贪图享乐、好逸恶劳的家伙！喂，你这个阎罗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没爹没娘的孩子那就是天生地养，郭旭他爱干嘛干嘛，那是他的自由，你凭什么逼他？你谁呀？啊，少废话！哼，长风镖局是你爹和我爹唯一留给我们2个的。你身为镖局的少镖主，你才应该是镖局的擎天柱啊！我从来不想做什么擎天柱。你，镖局几10年的名号，是咱俩的爹在江湖上用血汗拼出来的。如今的长风镖局已经快荒废在你手里了。长风镖局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它是哪根葱哪根蒜呐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
既然那是你们俩的爹闯下的，他不想做顶梁柱，你可以做啊，你为什么不逼自己啊？你这个臭丫头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不是第一个，少废话，到底跟不跟我走？我不走。如今你爹已经不在了，就让我来替他打醒你。天一，郭旭他不想接掌长风镖局，人各有志，你不要逼他。他根本就是逃避。男儿坚定千金，他却活得轻如鸿毛。你忘了咱俩的爹是怎么被抬回来的吗？他们两个死不瞑目啊！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天一，你再逼郭旭，就别怪我对你出手了。平日我敬你几分，你再护他的话，我就连你一块打。滚开！桃花村容不得你们放肆，要打，回你们长风镖局打去。程铁一，郭旭，你好自为之。刚才伤你那掌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爷爷教过我几手，真没事。颜值，过来。你们走吧。老长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？爷爷，郭旭他不是故意的，您都看到了，他是为了保护风平，一时失手才打到我的。爷爷，我现在真的没事了。不要再说了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两个不准踏进桃花村半步，也不准再找胭脂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，见一个我宰一个。滚！爷爷，滚！对不起，老张，都是我的错，冒犯了。郭旭，你不能走啊！等等啊！胭脂，胭脂，别走啊！等等啊！
你们几个没长眼睛呢？没看到我驾着车过来吗？哎呦，好辣的婆娘啊！哎，麻辣酱啦！哎，这个对味儿，这个我喜欢。哎，小婆娘，这酒是你的？你们打碎了我一坛酒，5两银子，什么都甭说，先拿钱来。赔，当然得赔，赔多少都愿意呀！要不要把我们3个都赔给你呀？记住啊，这次算便宜你，下次不让小哥再撞见，一定饶不了你。走！姑娘，你真是女中豪杰呀！哎呀，一辈子伺候主子，落了一身的又穷又病，悲哀哟！掌柜的。柴来了！哎呀，好！哎呀，这么冷的天还要上山砍柴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走一走，出一身汗就好了。我说掌柜的啊，快上酒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又喝多了，这是宫里说来的老公公，年龄太大了，少几两银子就把他打发出宫了，又家不顾回的，整天发牢骚，头苦不睡。哎。我来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宫里呀，连马桶都是黄金做的。哎呦，这宫中的宝物当真有那么多？哎呀，你可听说有人送了12个翡翠娃娃入宫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翡翠娃娃？有吗？有啊。虽然我没亲眼见过，但是皇太后御赐给锦衣卫指挥使女儿的嫁妆，礼单上确实有翡翠娃娃。哎呦，这真的呀？是啊。第二。三哥，怎么样了？有翡翠娃娃的下落了，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城。楚见过小鹏王爷、郭少爷、邓少爷。这是……哎呦，邓少爷，她呀叫楚楚，是我们神仙居新来的姑娘。哪知道小鹏王爷今天为您呐在这暖寿，所以第一次带她出来见客。久闻京城3少之名，今晚能亲自款待，楚楚倍感荣幸。楚楚姑娘不必多礼，今天咱们在这儿为邓少爷暖寿，随性自在就好。小财神，这酒还没喝呢，你脸怎么红了？红杏树上的红柿子，这就叫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今儿个只是暖寿，过几天邓府正式为小财神做寿，楚楚姑娘，你也去吧。楚楚的身份，去邓少爷府上不太方便吧？不会不方便，要是楚楚姑娘肯赏光，我求之不得。
小财神的藏宝室可非比一般，有些宝物连小鹏王爷和我都没见过的。邓人，要是你真能说到做到，到时候我一定带楚楚姑娘到场。又是你们，不错嘛，好记性，还记得咱们冀北三郎啊啊！臭婆娘，你今儿个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么倒霉的一个铺子，你居然开起酒铺来了啊！那天在大街上那笔账还没跟你算呢。不过好男不跟女斗，只要你请咱哥仨喝酒，那笔账就一笔勾销了。臭婆娘，你装什么哑巴？没听见大郎我问话了吗？我们要喝酒。对，我们要喝酒。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不过我这小店的酒啊，有上百种。你要喝哪一种啊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就上次打发的那种啊。哎，什么都行，就是那种不行。啊，大哥，他看不起咱们。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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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，你砸，砸，你砸，你砸，砸你砸，你来，好嘛，两个一起。胭脂，风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别动！你们三个帮胭脂姑娘把招牌挂上去，再把店铺里外打扫干净，不能马虎。还不快去！小心点啊！小心！来！你知道吗？我刚开始还以为我看花了眼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怎么找到我的？啊？我是听说有人打翻了酒坛，闻香而来的。哦，5年不见了，就一句闻香而来啊！你长大了，也更漂亮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也不错啊，当上了捕快，好神气啊！怎么样？你这几年过得好吗？郭旭呢？他怎么没和你在一块儿？他过得好不好啊？行，下来吧，小哥，我让开，小哥，下来，快点，让开，我让开，回家去，小哥，快点，让开，让开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这么凶？是锦衣卫。锦衣卫？看这阵势，一定是护驾小鹏王爷的。小财神邓仁今天晚上做寿，宴请小鹏王爷，而且同样是京城3寿的郭旭，也是座上贵宾。
郭旭，今晚小鹏王爷特驾前来，是我们夫妇莫大的荣宠啊！哎，对，西珠说的一点没错。人人都说怕老婆的人才会发达，看来这句话在你的身上还真是灵验。来，王爷，敬你一杯。好。这什么声音啊？是啊，王爷，你看，还真是玉树临风啊！郭大少爷，请你来喝寿酒，你故弄玄虚呀！啊，你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！如果不故弄玄虚的话，怎么达到惊人之举的效果呢？说得好，如果没有惊人之举，又怎么会是名动京城、风流倜傥的郭大少呢？知郭旭者，小鹏王爷也。来，入座，入座，入座。啊！干嘛呢？送酒的。酒留下，你走吧。不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位邓夫人就是当今皇上御前第一红人，锦衣卫指挥使的掌上明珠，也是天下第一富婆，天下第一醋缸子，天下第一。郭旭，邓人的寿酒还没开始喝呢，你就满口醉话了吗？你知道这酒有多贵吗？再说了，这可是郭旭郭少爷亲自捎信儿，让我一定要送过来的。到时候让别人拿去了，万一打翻了或者出了什么岔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让开！楚楚见过邓夫人，小鹏王爷，邓少爷。你认得小鹏王爷和邓忍？你们之前见过面？上回在神仙居为小财神暖寿，就是楚楚姑娘招待的。神仙居？郭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郭旭，郭旭，郭旭，干什么呢？郭旭，我是胭脂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哎，我是胭脂。想放牛的，大吼大叫的，真没规矩！付钱货，在。保护好小鹏王爷，别让不相干的人靠近。是。姑娘，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请赶快离开吧。郭少爷特意交代了，让我必须在这儿等他。楚楚冒昧，今晚为了恭贺邓少爷，楚楚献点技艺给大家助兴。
一寸过啊！就是。不错，站住！臭丫头，惊动了小彭王爷，吓着了夫人，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没事。小放牛的，你别闹了，快回去吧。可是，我是特意来看你，来见你的。哎呀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不。府监护，送这位姑娘离开。是。不用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自己会走。我怎么来的，我就怎么走。开心。上次是说要带各位去我的藏宝室观宝，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啊？小财神，你收藏的奇珍异宝，别说我了，就算连皇上看了也叹为观止。哟，这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依我看来，你这个小财神应该改名为大财神了，你简直是富可敌国。邓少爷，听说府上还有一样稀世珍宝，12尊翡翠娃娃。对，没错。对呀，上回说好的，要让我们好好长长见识。哥，我们现在就去看，走。哎，翡翠娃娃是皇太后赐给我的嫁妆，怎么能随意让外人去看呢？这样吧，小彭王爷、郭少爷，改天我再另外请你们来设下观看，好吗？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机会。孤身来小财神府盗宝，想必是个人物。你这样明着面不出声的话，打赢了我没法向别人吹牛，打输了也不知道记在谁的账上，很不划算的。
旭，那贼人分明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干嘛放他走？看看有没有丢什么东西。走。你呀，只长了一颗会赚钱的脑袋。如果他另有同党埋伏在附近，来个调虎离山之计，你府上那么多千古奇珍，你还想要不想要？你看看人家郭旭多冷静啊，哪像你笨头笨脑的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人家表演，看得脑袋都昏掉了？你们三只狼，别偷懒，好好干活。哎，这颜色怎么这么洋气啊？对呀。哎呀，你们这就不懂了，这叫桃花湖。那胭脂姑娘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颜色，懂了吧？哦。哎呀，别哦了，干活吧。哎，放下。胭脂姑娘，胭脂姑娘，你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你去小财神的寿宴有没有见到郭旭啊？见呐，还不如不见呢。这个死郭旭，臭郭旭，没情没义的家伙。他一张口就叫我小放牛的，他连我胭脂叫什么名儿都给忘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怪不得我爷爷说，这城里的男人没一个靠得住。我看那个郭旭跟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的，眼里就只有那个楚楚姑娘。你知不知道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居然把我赶出来了！就自己冷静！哦，这太不像话了！你不是卖酒的吗？他怎么能叫你小放牛的呢？就是啊，这姓郭的在哪里？我们去帮你教训他！走！你是谁啊？你找谁啊？他谁啊？郭旭。哦，你就是郭旭。上！你们干嘛？我们替你教训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。他，你们给我过来！谁让你们多管闲事的啊？这傻蛋蠢蛋大笨蛋！哎呀，郭旭只有我一个人能骂，你们哪有这个资格啊？胭脂。你终于记得我叫胭脂了啊！爷爷过世了，我一个人离开桃花村，在京城，我只有你和风平两个朋友。我特意来找你们，可你呢，却把我忘得一干二净。当时你把酒坛子砸了，惊动了锦衣卫，我怕你遭殃才让你离开的嘛。你就别小题大做了。你撒谎都不带脸红的。你呀，你真是的！哼。这样，我帮你重新刷一下吧。不必了。
瓶桃花林也算值了。改天请你们喝桃花酿，就像当初咱们仨认识时那样，你说呢？好啊，有酒喝，我风平一定到。好，风平来，我也一定会到。一言为定，我准备酒菜，恭候你们的大驾光临。彩玉，彩玉，你没事吧？你刚才的那一招是流星追月，对吧？彩玉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认得这2枚金钱镖吗？这我当然认得啊！你刚才的那招流星追月，是云三哥的拿手绝活啊！今晚有人夜闯小财神府的藏宝库，那个人黑衣蒙面，还使金钱镖，打出了这招云三哥的拿手绝活——流星追月。你认为是云三哥吗？如果真的是他，他来京城怎么没有来找我们？云家和郭城2家是世交，如果来到京城，应该住到我们镖局才对。云三哥来不但没有打招呼，还像贼似的潜入小财神府。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。你当时有没有追上他？问个清楚。我看到金钱镖就知道是云三，所以我故意装作不认识他，放他走了。不论云三是什么原因要冒那么大的风险，记住别对外人说。这件事情，别把小鹏王爷和小财神牵扯进来了。说的也是，免得节外生枝。那我们还是先去打听云三哥的下落吧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昨晚听到有人夜闯藏宝室，我心里急死了。我想，郭旭一定认出了我和我的金钱镖，否则我脱不了身。进去说吧。好。昨晚真是多亏了郭旭，你在藏宝室里有没有找到翡翠娃娃？这个小财神果真是富甲天下，他家里的奇珍异宝成千上万，要想找到翡翠娃娃，如大海捞针啊！我也试探过翁西珠，可是他为人小心，从不将翡翠娃娃轻易示人。看来我们想要得到翡翠娃娃不容易啊！我们必须尽快抓紧时间找到翡翠娃娃，否则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那个老太监四处吹嘘宫里的事，看来这翡翠娃娃在翁西珠嫁妆礼单上，道上的人全都听说了。这几天我在京城走动，发现了江湖上出现了各个门派，他们要不是有所目的，要不然怎么会都到京城来了？不但有唐门，还有天如帮。各个门派究竟来了多少人？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翡翠娃娃而来，那就不妙了。这么说，我们想要得到翡翠娃娃，希望渺茫了。我潜入藏宝库，一无所获。现在看来，能够取翡翠娃娃的，从邓人那下手才是最好的机会。只是会委屈你了。小鹏王爷做东，过几天京城3少将在神仙居聚会，到时候我在小财神身上多下点功夫，看看能不能探出点什么来。哎呀，我饿了，上岁月楼请我吃饭吧。好，跟我走。风平，郭旭，风平，郭旭，哎，郭旭，我可算追上你们2个了。
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快借行力！星爷，你我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不错，你我确实无冤无仇，但是你在三河城血洗周家庄，老弱妇孺13条人命，他们又与你有何冤仇？你抬头看看，苍天有眼，他们付你多少，我多加1倍。想和我新爷做买卖，对不起，已经晚了。和我新爷做生意的，向来只有一个买主。只要你肯放我走，我多加10倍。你的那些血腥钱，留着和阎王爷打交道吧。我先杀了你！司令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没死啊！周家庄13条人命，这叫以血还血。风捕头，这个杀人要犯，我替你拿下了。在风捕头面前，你别神气，说不定昨天晚上夜闯财神府的盗宝贼就是你。哼，别给我扣高帽子。我新爷从不和官府做买卖。好了，别动气，我向你担保，昨晚那个窃贼绝对不是他。站走！走！哎，散了！散了啊！打打杀杀的，别看了。久违了，行兄。这风平挺买你账了。好兄弟嘛，我说的话他信。哎，不知这回买你出手捉大淫贼崔万山值多少银两啊？1两。都是些不值钱的。你手里拿的这个娃娃，是我娘亲手缝制的。无奈命运弄人，如今我远离家乡，沦落清冷。虽然这个娃娃已经救我，可是有它伴着我，就算远离家乡，心也不会那么孤单。我明白了，睹物思人。邓少爷，你说的真好，睹物思人。我也送你娃娃吧，是12尊翡翠娃娃。翡翠娃娃。嗯。你架上现在有布娃娃、瓷娃娃，以后有了这12尊翡翠娃娃，
也可睹物思人了。你找什么宝贝？有什么宝贝比你老婆我更重要的？啊，有颗珍珠，我想起来，把它做成饰品的，一定很配你，我这么觉得。这个是皇太后刚刚赏我的，你的那颗有这个大，这个多吗？没有。我今儿去宫里，皇太后还问我，你对我好不好呢？那你怎么说？要是说你对我有多好，我也感觉不出来。可是，如果说你对我不好，你又说不出这种违背良心的话。错。要是说你对我不好，皇太后会要了你的脑袋。我今儿算是救了你一命。记住，人家都说我对你好福气，娶了个好老婆。真心话。真心话。那还差不多。是。你知道那12尊翡翠娃娃放哪里了吗？你找那个干嘛？啊，那是皇太后御赐给你的嫁妆，我必须确保它就在我的藏宝室里。被我爹借走了？被你爹借走？不，我怎么不知道岳父大人有这癖好呢？你问我问谁去啊？你不会问我爹去啊？少爷，少爷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指挥使来了。曹操就到了。恭请指挥使。喜欢你就留着呗。不行啊，翡翠娃娃乃皇太后所赐，若是爹留下的话，传出去说爹霸占了女儿的嫁妆，像什么话呀？羲主啊，要记住，翡翠娃娃乃皇太后所赐，一定要谨慎保护，万不能有任何闪失，明白吗？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把它保管好的。好玉啊！料好，丢的也好。邓少爷，您是让我照着样做？没错，以陶玉匠您的手艺，绝对不是问题。可是这12尊翡翠娃娃，一看就是稀世珍宝，贵在独一无二啊！邓少爷，同样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再刻一套呢？哎，这就不是你要关心的了。少居主，郭旭，要出去啊？小鹏王爷约我去猎兔子。有云三哥的消息吗？我这2天一直在想云三哥夜闯小财神府的事。他来京城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？难道是不认我们长风镖局与云家的旧情了？难怪大家都叫你女诸葛，你这脑袋啊，
可真是闲不下来啊。不过呢，你也别拿这件事情来吊我的胃口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不管镖局的任何事情，也不管镖局和什么人有什么交情啊。郭旭，你真的不想接管长风镖局吗？你为了这份坚持，你和我哥从小到大的手足情谊都可以摒弃，难道你就那么不想接管长风镖局？有那么为难吗？彩玉，你明明知道我不想这样说，我知道每次说起就像针扎你似的，让你非常的痛苦。好了，我已经和铁一吵够了，现在不想再为这件事情和你伤和气，我走了。六爷，你说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侯坤，六叔、侯叔，怎么了？出事了吗？镖局久无营生，镖师们为了生计，想另谋出路。少局主又出去了。哎，大小大家都夸他们俩是块好材料，将来一定为咱们长风镖局发扬光大。没想到长大竟然会变成这样。侯叔，你别这样说过去嘛。我爹和他爹的死是他心里的结，我想我们给郭旭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想通的。镖师们纷纷离去，我们再不振作，无以为继。我们不能指望郭旭，总得想办法靠铁一了。我哥和郭旭当初因为赌气离开镖局，你们俩都清楚，我哥哥个性刚烈，要他回镖局太难了。大小姐，少局主的心根本就不在镖局，现在镖师人心惶惶，也只有铁一才能稳定军心。他肯不肯来，咱们都得试试。你说是吗？你又来当说客，是不是又想让我回镖局？哥，你和郭旭都不在，客人都不愿意上门，镖局里接不到生意。我想你弄错了，镖局真正需要的是郭旭，不是我。哥，不必再说了。如果还是关于长风镖局的事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哥，我做了一些小点心。这段时间我早就已经吃习惯了粗茶淡饭，那些你留给郭旭吧。彩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要紧。哥，尝尝我做的冰糖糕吧，以前你最喜欢吃的。在我面前不要再谈郭旭了。好，不谈郭旭，那我们谈谈六叔吧。今天他儿子办满月。哦，这么快？去喝杯喜酒吧，六叔看到你会很开心的。那彩玉就由你带我恭喜一下六叔吧。你是不是不想见到郭旭？5年前的那场争执，把情同手足的2个人变得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，从此不再见面。你不想见郭旭，我不勉强。可是自从爹过世以后，是六叔、侯叔把我们和郭旭抚养长大的。你看六叔好不容易老来得子，于情于理，不是该去道个喜吗？哥，你来了，快过来吧。
久没有出镖了。这次你回来，大家跟你一起干。是啊，你回来重新接掌镖局，我们要把长风镖局天下第一的名号重新振作起来。振作起来！长风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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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铁一啊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们长风镖局就有希望了。我赞成六叔的说法。说到接掌镖局，铁一肯定是比我更适合的人选。铁一，喝一杯，我拱手让贤。郭旭，要我扛起长风镖局的责任，你就可以无事一身轻了。你还真会打如意算盘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刚才大伙说的你也听到了，你接掌镖局那是众望所归，我心服口服的啊。我不管大伙是怎么想的，我只想问你是怎么想的。镖局是我们的爹共同打下来的，没有你姓郭的，还叫什么长风镖局？你为什么总想置身事外？哥，别说了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必须说出来。只要你郭旭好好干，我程铁一愿意拿命来顶着你，重新打出长风镖局的江山。可是你却不务正业，整天和小财神小鹏王爷为伍，自诩京城三少。我甚至还听说你去了神仙居，还逛起了青楼。你在煤铺打煤球也甘之如饴，那么我附庸风雅也乐在其中。郭旭，这，刚才两个人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哼，郝叔说的对，你我南辕北辙，再吵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这样吧，咱们俩打一架，如果你赢了我，那我听你的。好。我一定会让你明天就把长风镖局的大旗给扛起来。没问题，只要你赢了我，一切听你的。我说话算话。是贵状元，啥会完了？是说是。哎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
散了去。楚楚，喜欢吗？这真是世上最珍贵的娃娃。邓少爷，您说过这是皇太后御赐的嫁妆，万一尊夫人发现了怪罪下来，楚楚该如何是好呢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再说西珠的珠宝首饰多如牛毛，这翡翠娃娃又不能挂在身上，她从来没多看过。不过我刚刚见你看到翡翠娃娃的眼神，让我更相信送给你才是对的。邓少爷，宝物赠佳人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开心，那我就高兴了。那楚楚啊，睹物思人，希望你以后看见这翡翠娃娃的时候，可以想到我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邓少爷，你把这么贵重的翡翠娃娃送给我，楚楚真是感谢你，一辈子记着您的好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快了吧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这么多时候了。我猜呀，郭旭肯定是忘了。先别急，地段你踏平了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你怎么不着急呢？心静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进不了，我找他去。哎，胭脂，凤萍，你慢慢吃，慢慢喝，我找到他，马上就回来。胭脂，郭旭，我找郭旭，郭旭他人呢？郭旭不在，姑娘有事情跟我说也一样。哎呀，郭旭跟我约好了，去我的酒房喝酒，这菜都凉了，他还没到。好嘛，我到处找他，就怕他出事儿。郭旭的事儿，为什么跟你说也一样啊？你是他媳妇儿？郭旭他成亲了？啊，我叫陈彩玉，从小和郭旭一起长大，我帮他打理镖局里里外外的事务。啊，这么说吧，我和郭旭情同兄妹，是兄妹。哎，兄妹就好。哎，姑娘，你没头没脑的闯进来找郭旭，你谁呀你？啊？我是胭脂。原来你就是5年前郭旭和风平在桃花村遇见的那个小女孩。哎，你知道我啊？啊，我曾经听他俩提起过，说你挺有趣的。那当然了，那天我们3个可高兴了，酒逢知己，喝了个痛快。我的胭脂桃花酿都开封了，菜也都快凉了，这郭旭没在这儿，他到底在哪儿啊？哎呦，你就别这样那样的，快说呀！好了好了，你别烦了，他去神仙居了。神仙居？妙，妙！你看到啊，这子可是我自己下的，没有假手于人。小庞王爷得罪了。有家人相陪，有慧心相随，何其快哉！小财神，你遇上楚楚，算是遇上意中人了。唯其楚楚，才可动人呢。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呐！胭脂，你果然在这儿，看来你
挺快活的嘛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出去吧。啊，是，走啊。是。胭脂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喝酒下棋呀？那我也会啊。楚楚姑娘是怎么伺候你的，我就怎么对你。来。哎呀，胭脂，小鹏王爷面前别胡闹了。你们男人不就是爱玩爱闹吗？今天我也体会体会。姑娘，这是咱们京城三少聚会的地方，不受邀不是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哎，你就是小鹏王爷？那正好，我要告状，郭旭，他骗了我。啊？嗯？我什么时候骗了你啊1个时辰前，不对，是1个半时辰前，我、风平还有你，约好了在胭脂酒坊喝桃花酿的。哎呀，人家风平早早的就到了，可你却迟迟不来。我担心你出事，到处找你，可没想到你在这个鬼地方寻乐子，啊！呀，真忘了。忘了？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小放牛的？我胭脂烧的菜虽然没有这儿好吃，可我酿的酒要比这儿好喝100倍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记得来这儿，却忘了去我酒坊呢？姑娘，你一来就开口兴师问罪，向曹操举兵镇三国，像你这样的，哪有男人会想去你店里？你年纪轻轻就来这种地方，小白脸，闭嘴！放肆！不可对小财神无礼。你胭脂，别说了，跟我出去，跟我出去。你什么呀你？小白脸儿。哎，小白脸儿，下棋。我是小白脸儿。你怎么？我不，你不跟我一起回酒坊吗？风平还在那儿等着咱们呢。让风平陪你喝不就行了吗？郭旭，这不是你撒野任性的地方，冒犯了小庞王爷，对你没好处的。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的？他们是朋友，我就不是，风平就不是。自打我到京城来，这桃花酿你还一口都没喝过呢。今天的聚会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的，男人说话要1言9鼎。胭脂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他带走吧。我不走，里面的人就比我跟风平重要吗？什么京城三少，都是狗屁。王爷了不起啊？小财神就神气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跟他们并肩坐在一起，你就神气，你就了不起了？你别胡说八道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你、我还有风平，咱们不争名夺利，没权没势，这才是真心的朋友。胭脂，你别不讲理好吗？不讲理？我讲理得很。今天不讲理的是你，是你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我陪你回酒坊，我陪你喝。我不，今天我非要让他跟我回去。你越是这样逼我的话，我越是不会去。胭脂，你听我说，小鹏王爷在里面，你怎么也得给郭旭几分面子。再说，你越是这样做，他越不喜欢你。听话啊，快回去吧。经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四川唐门的？脑子还算机灵，看来3江5岳已经陆续到达京城了。告诉兄弟们，加倍留神。是。
们是你的仇家还是债主啊？这不关你的事，尽快把我的马车备好，要有棚顶的。哦，好。宴席已散，我就不恭送二位爷了，爷我自个儿要回储云馆做神仙去了。主持姑娘，王玉少爷，少爷，夫人让小的接您回府。你回去跟我老婆提个醒，她说了今天放我1天假的，我不回去了。走吧。少爷，夫人说了，1天指的是白天。现在已经黑夜了，所以白天已经过去了。他爹是指挥使，这昼夜也归他管，他成神了吗？你的黑夜呢，总是比白天多。认了吧。孟西主，你这个刁妇，回去。少爷，请上车。告诉我，少爷给了你多少钱买通你，让你来骗我的？夫人，没有啊。他现在一定是躲在神仙居那个狐狸精那里，然后等到明天天亮了，再告诉我他被放回来了。我堂堂一指挥使千金的女儿，怎么能相信他这骗人的玩意儿呢？夫人，少爷真的是被劫走了。小的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欺骗夫人呐。夫人若不信，可以叫他们出来问话。奇怪。少爷向来跟武林人士毫无瓜葛，怎么会有人想到要绑架勒索他呢？哎呀，我整天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哎，你快点帮我去备马车，我要去见我爹。夫人，万万不可以啊！您再仔细看看那字条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若报官，少爷性命恐怕难保啊！那就更加奇怪了，信上指明要郭旭一个人去，难道这个人跟郭旭有关系？你来晚了，这坛桃花酿快被我喝光了。胭脂呢？没回来，去哪儿了？也没说。如果你还在京城，他是不会回桃花村的。那个小放牛的太任性了，3番2次不知轻重的闯到小鹏王爷面前，幸好小鹏王爷大人大量不计较，不然可有他受的了。3更半夜，他还没回来，我想他心里一定不好受。人家当真了，你却没当真。5年前在桃花村萍水相逢罢了，我哪知道他对我当真了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白天到晚上才相处了短短几个时辰而已，我怎么可能对他当真呢？竟然有人在半路上劫走了邓忍，你到底得罪谁了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
邓夫人找郭旭，我听胭脂说郭旭在酒房里，所以我就带邓夫人来这儿了。小财神被劫走了。邓夫人，您先别急，郭旭在江湖上素无恩怨，再说冤有头债有主。小财神被劫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劫匪留下字条，指明要郭旭去救人，怎么跟他没有关系？郭旭，小财神是受你连累才遭此无妄之灾。如果他有个3长2短，我就叫我爹让锦衣卫把你的长风镖局给封了。邓夫人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了再说。邓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平安无恙的把小财神给救回来。好，我会等你的消息的。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件事情因你而起。如果邓忍他少颗牙或者缺块肉的，我就让我爹杀了你。邓夫人直接来找郭旭，见到了风平哥也不报官，看来他真的担心会对小财神不利。郭旭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到底跟谁结下了梁子，让他劫走了小财神？我唯一结下梁子的是铁衣，但绝对不可能是他。有没有可能是胭脂？胭脂？怎么可能是她呢？她是个放牛的小丫头。刚才邓夫人给我看过字条了，说上面不但指明郭旭去，还说人在京城15里外的费元里。你们说，会有这样的绑匪吗？既不要求赎金，还不打自招，等着人家去抓，感觉上是在跟谁赌气。没错，一定是胭脂。他一定疯了。胭脂还在等你，你去不去？我才不会陪着笑脸去哄他呢。就算我去哄他了，他再发牛脾气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郭旭说的是，万一胭脂姑娘还在气头上，难保事情不会搞得更糟。既然风平哥你是捕头，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你，赶在锦衣卫之前去劝劝胭脂姑娘。也对，我去吧，免得他再闯祸。是你画的吗？范桃花啊。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敢离开这院子半步，我保证打得你哭爹又喊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这儿，你就算喊破了天，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胭脂姑娘，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别跟我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没把你绑在房梁上算客气了。你最好乖一点，要不然这只小小的鸡就能把你的腿打折。要不要试试看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胭脂姑娘身手好，我不敢离开这里半步。我答应胭脂姑娘，我在这里坐着一动也不动，我不会离开这里。小白脸，饿了吧？给。不用不用。怎么了？还嫌弃啊？
娘真是豪爽。那当然。我这金腰带价值不菲，不够的话我回去给你银子啊。你这个小白脸，你把我胭脂当成什么人了？你的那些金银财宝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……你要什么？你说出来，我尽力而为，一定做到。我在乎的你给不了。我给不了，那你把我放走算了。想得美，急什么呀？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救你。谁呀？郭旭。郭旭。只要他来了，我自然会放了你。他人呢？什么时候来？拿着。哎，你去哪儿？郭旭，郭旭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快出来！胭脂，怎么是你啊？郭旭呢？啊？怎么了？见到我失望了？你为了见他，使出这么激烈的手法，你可知道，小财神是翁太北指挥使的女婿。你这样做，后患无穷。我已经这么做了，现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怕。怎么？你这个捕头是来抓我的吗？那你抓吧，好去交差啊。你这样做，值得吗？值得。我就是想知道，郭旭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人。到时候你抓了我，就算他不来这儿，总得去牢里看看我吧？你呀，放了小财神，给我回胭脂酒房去，就当没事发生。我不回去，我早就说过，只有郭旭来这儿，我才会放了小财神。你我郭旭三人同时相识，郭旭是朋友，难道我就不是吗？我来找你劝你，还抵不上看他一眼。你别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你和他不一样。不必等了，就算等到天黑，星星月亮出来，他也不会出现的。你胡说！我没必要对你说假话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把小财神放了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把他给宰了。通知郭旭来收尸吧。哼！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连你也把他惹生气了？胭脂不会伤害小财神的，这有我。你回去看看胭脂吧。我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还给你。郭旭，郭旭，来得正好，咱们分头去找小财神吧。风平哥一板一眼的，不懂女人心，恐怕安抚不了胭脂，反而更刺激她。你快跟去看看吧，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。风平不懂女人，我就更不会懂了。大小姐，你看，这东西我见过，是小财神的腰带。是小财神的腰带，衣带上乱，人有失踪。难道邓少爷遭遇不测了吗？这胭脂姑娘也太狠了。胭脂，胭脂，哎，胭脂，你开门呐！胭脂，
别这样灌酒，跟自己过不去。你别管我，我就是要喝。就像当年咱们仨一样，郭旭不是说喝多了就看花不是花，我就是要喝多，这样我就看花不是花，看郭旭不是郭旭。好，你要喝，我陪你喝；你要醉，我陪你醉。你能这么对我，为什么郭旭他不能？我都把小财神劫走了，可他却无动于衷。胭脂，我只希望他能有我这朋友，心里能有胭脂，就这么难吗？你我都是他的好朋友。不，你听说我把小财神劫走了，怕我出事，直奔就来了。可他根本就没长心，根本就不在乎。好了，你别再说了，把这坛酒喝完就去睡，明天醒来就没事了啊。不，我现在就去把小财神接到更远的地方去，看他来不来。嘿，胭脂，你以为京城是什么地方？以为是你长大的那个小村庄吗？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劫走了小财神，惊动了锦衣卫，得罪了翁太北，这个罪名你担待不起。你倒提醒了我，我现在就去锦衣卫，去承认小财神就是我劫走的，把我打入地牢，吊杀妖怪，随他们好了。到那个时候，郭旭他总会来看我了吧？就算给我送终，我也要他陪我喝一次桃花酿。你别再任性了。我就是任性，怎么了？今天我就任性到底了。你让开！你这样耍过去会被杀头的。杀就杀吧，反正郭旭他已经杀过我一次了。你让开！你到底让不让？你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了。够了，在这里不是风鸣的。郭旭，风鸣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没事，女孩子家花拳绣腿，伤不了我。连按了好几掌，你为什么不懂呢？你脸都发青了，还说没事？哎，风鸣好意劝你别闯祸，你却拿他来出气，有你这样任性胡闹的吗？你别怪胭脂，她气头上打了我几拳，等她气消了就好了。啊，那现在好了，郭旭他也来了，有你有我，咱们三个总算聚齐了。酒是现成的，我再去炒几个菜，咱们三个喝个痛快啊！慢着，这个节骨眼儿还有心情喝酒聊天，你是有毛病吗？还是没长脑袋啊？哎，那我脖子上的这颗不是脑袋，会是西瓜呀？你就别给我装糊涂了。你绑架了小财神，要是翁太北和小彭王爷追究下来是什么后果，你知道吗？你居然像没事人一样。我又不是真要绑他，我不过是吓吓他。现在没准他早就拍拍屁股回家吃香的喝辣的去了。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小财神，小财神，小财神！你到我这儿不是小财神就是小彭王爷。一会儿你是不是还要说楚楚那个狐狸精？要不然就是帮你打理镖局的那个程彩玉啊！我说你这臭丫头，说着说着又扯到哪儿去了？我问你，胭脂酒坊里卖的酒还是醋啊？当然是酒啊，是吗？怎么我闻着却像是醋呢？哼，绝顶的胭脂桃花酿，是醋，而且酸气还冲天呢。你不但吃女人的醋，连男人的醋都要吃。哼，你和小财神家的温稀珠有的一比。你居然拿我跟那个大醋缸子比！你眼睛再瞪大一点，你就胜过他了。你，哎，别
生气，你个大男人，少说2句话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，闯了大祸还不知死活，他到底是在跟我较劲呢，还是在较真呢？胭脂，你干什么？这样就叫通了。是不是记得我？我这么做，为的是想把你留在心上。我都不知道拿什么可以想念你。是，我喜欢你，喜欢第一次见你的感觉，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么开心。5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忘记，每天都在想你。爷爷走后，我拜别他老人家，驾着马车，带着你最爱喝的桃花酿，连夜来京城找你。可你却连我们第一次的约定都给忘了。小心别受了风寒。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彩玉，小财神呢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和何叔晚了一步，小财神被劫走了。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哎呀，走，跪下！小财神，何许人也？竟敢打我！打你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。我今天问你一件事情，
若不如实回答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小财神，你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，但我只要你一样东西，你若是肯交出来，我保你安全回家。这不就一样东西吗？你说，12个翡翠娃娃。我家里有金娃娃、银娃娃、玉娃娃，翡翠娃娃我没见过。满口胡说！来人，在，继续张嘴。是。打得出为止。住手！有没有？没有。看来还是不够狠呢。来人，把他的耳朵给我割下来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你。我有。有啊！这就对了嘛！赶紧给你老婆写信，让她明天拿着翡翠娃娃来换你的命。郭旭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你保证把邓忍平平安安带回来，半路上却让人给劫走了。你说你对得起邓忍，对得起我吗？不行，我要告诉我爹，我要去救人。邓夫人，你冷静一点，不宜冲动。我男人要死了，我快成寡妇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郭旭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你说到底是被谁劫走了？你想一想啊。等着他把邓忍抬回来吗？想当初我跟邓忍许配的时候，我们合过8字的呀。他不是一个短命相。邓忍不是江湖人物，也没有和人结怨。依我看，对方绑架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勒索钱财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去报官。我要让我爹派锦衣卫翻遍整个京城，我就不相信翻不出邓忍来。让锦衣卫和官府到处大肆搜捕，风声传出去打草惊蛇，那他只有被撕票。撕票！禀夫人，有飞剑传书。快给我！没错，这个是邓忍的笔记。迟迟才来禀报，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爹，是我不让他们报官的，那些人都心狠手辣，我怕逼急了会对邓忍不利啊。哎呀，你太糊涂了！就算爹不是指挥使，也是你爹是邓忍的岳父，他有事，爹会不管吗？爹，你别担心。郭旭跟彩玉姑娘已经冒充我跟邓生拿着翡翠娃娃去交换邓忍了。是吗？拿翡翠娃娃去换？是啊，信上说了，只要我们拿着翡翠娃娃去交换，他们就保证毫发无伤地放了邓忍。哎呀，爹再三嘱咐你要妥善保管，你这么轻易就拿去送人，你当爹的话是耳边风吗？爹，邓忍是我丈夫呀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？难道邓忍的命还不值几个破娃娃吗？哎。不管怎么说，翡翠娃娃是皇太后所赐，不能流落在外。曲兴武，马上结合人马，跟我走。一会儿就看我的了。你就是邓忍的媳妇翁熙珠啊？是。他是谁？管家。信里不是说得很清楚，只许你一个人来吗？我胆子小，多带一个管家，对你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东西带来了没有？带来了，让他们看看。
把东西拿过来。不行，我必须先亲眼见到我丈夫，才能把东西给你们。好，把人带上来。走了。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相公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去的。冯喜珠，看见了吧？您相公好好的，浑身上下一点肉都没少。快把东西拿过来，带你相公回家。不行，一手交货，一手交人。久闻翁喜珠刁钻刻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你们敢绑架等人，还这么胆小如鼠？我们只有2个人，难道会飞天遁地吗？好，不愧是翁太北的女儿，有胆识。带过来。看到了吧？你相公就在这里，如假包换。不过你的12尊翡翠娃娃，我却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要验货。把东西拿回去。是。放人。都住手！快把翡翠娃娃留下！翁太北，不想让小财神死的话，让开！大胆狂徒，你已经插翅难飞！把翡翠娃娃留下！翡翠娃娃乃5届旗袍，我既已到手，岂会给你？哼！我看你是我够了。指挥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区一个狂徒，岂是我的对手？全都是假的。这是邓夫人亲手交给我和郭旭的，怎么会是假的？奇怪，翁太北怎么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是假的呢？
说怎么可能一眼看得出真假呢？一定是我岳父弄错了。蝶儿，连夜赶路，你也一定疲倦了。我们在这间客栈歇一会儿，日落前我们还可以再赶一段路。三哥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蝶儿，你在车上等我，我进去看看。三哥，小心一点。掌柜的，掌柜的。你怎么了？谁干的？唐门。蝶儿，蝶儿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客栈的人都被毒死了。依我看，不是普通下毒手法，应该是四川唐门所为。我怀疑，我们这一路上都被唐门监视着。怎么会呢？我们一路都很小心啊。江湖中世事难以预料，我们先离开此地再说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改走水路。三哥，那边有船。啊？请问去哪里呀？顺着水流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好，好，好，两位请上船吧。自然可以。两位请上船吧。船家，你在此乘船多久了？啊，我一直都在这边摆渡，已经很久了。可你的双手白中带青，应该不是乘船的手，显然是长期与毒物接触所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四川唐门的人。既然已被你看破，不必多说了。三哥，你是否感觉血气不济，力不从心呢？看看你自己的手掌吧。你还记得吗？在客栈里你动过那些尸体吗？那个时候你已经中过了唐门的伏骨尸血。你怎么了？谁干的？过不了多久，它便会从你的手掌心开始腐烂，沿着气血而上，直至毒气攻心，就是你的死亡之时。我云某与你们唐门无怨无仇，你们为何下此毒手？何必明知故问？只要你交出翡翠娃娃，我立刻送上解药。做梦！你已经中毒了，只要跟着你捡个便宜就行。这翡翠娃娃迟早是唐门的。